场啊，台湾上一团节目讲到的那个林业，拄到那个农业的时节哈，都三档的部分呢，青岛的种的国有林体的主标题来讲，种的农民要来种的草林的书的哈，种较少到各种的故事的经验。那都三档林业和农业的面对面来。拄到的时间来是产生青岛的问题，假数年来无办法好好的解决。你睇安尼来讲，个平地草林吼，平地也有农业嘛，你都休耕的土地，你还无来种无的，无来种其他东西，拿来种树的，迄咪就会较好的判断了哈。啊，像我先讲到是讲，我们针对于平地造林这个部分哈，那我想先请教一下，目前平地造林，马总统爱台12大建设说，半年了种6万公顷哈。有可能走到吗？那在平地造林的部分的话，我们有目前要统计结果有14000公顷左右，14000公顷，其中呢属于台糖的土地将近11000公顷，所以说属于平地、属于私人的土地的话，大概只有3000公顷，啊，3500是私人的土地。所以变成讲，过日的推动的土地还多，4亿内还少了哈，所以可能是讲目前这个平地造林部分，台糖土地占了绝大多数了哈。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林业跟农业在山上所面临的这种困境，那把如果山上这些农业会造成水源啦，或者一些水土保持的影响，就让农业下山，让这个林业跟农业又在平地相遇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邱教授说，您怎么样看平地造林这样的政策？它在跟林业跟农业在山上遇到的状况，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这个问题哈，谈起来的话哈，可能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追溯哈。我真的很想有机会的话哈，我们应该是不是能够请马总统解释一下哈，当时爱台建设的这个政策哈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它有什么评估的依据？要在几年里面要种6万公顷在平地的？可是我们林务局已经很认真在种，已经种了3万多公顷了。我晓得啦，我想政府单位哈，毕竟啦，他在执行马总统的政策嘛。但是我是觉得啦，马总统也当政了将近4年多了嘛，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政府是不是要投资这么多的钱，再来做这一个平地造林的部分？我想现在连农委会他休耕农地的部分就开始要活化使用的部分。那平常心讲，如果是我森林系的老师，我一定100%种树，我100%赞成。但是为什么我会想说，真的要认真来检讨？毕竟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你是不是投资这样子的资源在我们的平地上面造这些树？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树，你去仔细看它所谓的规章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差、立地比较条件的地方。为什么？避免与农争粮的一个情形嘛，就是为了你要确保粮食安全，你找的地都不是很好的一个立地的一个条件，种树上去，我们讲的现在如果到20年以后树长不好，你绝对不能怪我们森林系或者是我们林业务局的人种不好，为什么？立地条件不好。就像刚刚讲到，在台塑在云林那个地方种的，可能都是已经是超抽地下水，土壤已经盐化了，这些地方那它能够存活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你现在要回过头来思考的是，我们投资了这么多，刚才也可以看得到，已经60亿了下去了。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再投资？而且你是不是回过头来调查一下？因为我曾经调查过，我曾经调查在平地里面，我们调查6年，它大概长得最好的，大概就是我们讲的36立方米左右。好一点的，我看其他的调查报告也大概30-40，就是说平均1年大概长3立方米到4立方米、5立方米，算是在平地里面长得好。可是我在中寮一个山坡地，9年它长了170立方米。不过我是觉得国家的资源，你现在我们也知道政府越来越没有钱了嘛，你真的回过头来思考一下，你花这60万的这个所谓补助造林的部分，还有180万对地补贴的费用，240万投资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上面，我不是说没有成果，而是说这个钱去做别的使用，是不是会更有效率的部分？而且平常心讲，这么多年下来，4年了才1万多公顷，那就很明显的就代表什么？要土地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我想林业单位真的是这个好像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只要有地，我都很愿意去做。我常常讲，我们希望花了钱种出来的林地是林木很茂密的一个情形，而不是就是我们讲的生长局部的生长的地方确实是不错的，可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所以我是很诚恳的建议，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总体检，
到底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生长的一个状况，跟你做其他的一个，是不是还有那么多的地？如果没有的话，修正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一个情形。这是我对平地的这一个部分的建议。谢谢。好，那是唐太教授对平地草林的想法。不过来谈一谈，一般民众对于平地草林的看法有样办呢？平地的农地的价格比较高，经济价值就是它如果用来种其他的经济作物，它的获益可能会高过它的森林。目前在台湾呢，基本上还没有这个碳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或政府有建立这样政策。可是这个是一个未来的方向。那个造林政策尽量用北向种植的手，尤其太太的手，派人去给丈量，算财基，一财补助他多少钱。好，看到各地的民众都记得都体现金行对平地草林的观察，当然看出无同样问题出来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杨组长，就是说，系咪真紧好好的检讨平地草林这件事情？哪一种作物是比较省水的？同样的，不管是水稻也好，或是说我们的杂粮作物，或是说造林，哪一种是最省水的？其实这边讲最省水的部分还是在造林。所以说在地层下陷区，尤其是针对高铁沿线经过的地层下陷区呢，可能会维持少部分的小面积的必须的这些造林以外，其他的部分我们都会做检讨，可能改变其他的方式来做平地的那个土地的利用啊。但是造林这个部分的话，还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但是不会20年，是属于一种短期的。对，会推一个短期的部分的话，那这样短期的造林的话，有几个好处，就是说刚才讲的农地呢，它可以在短期内就可以不需要绑了这么久的时间，短期内就可以做其他使用。第二点就是说，它可以生产的木材呢，可以提供我们现在市面上所需要的，比如讲说菇蕈类的种那个太空包的需要的木材的来源，可以急速的提供，也减少去国外进口，等于说这是一种进口替代的进口替代一个林木就对了啦。现在我们刚才有讲99%都是进口的嘛，那我们可以减少进口的林木边，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产业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第三个就是说，因为有这个短期的做那个林业的话，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当地农民的它的有相当，当然也有些相当的补助，可以对当地的这个景致呢，还是有相当的帮助如果说在这个农地活化当中有相对的有些部分的林木那个短期的林木存在的话，也可以做些油气的功能。所以说平地造林只是我们恢复到说不了祖先还没有来以前那个模样，变成一个造林地的模样，并不是说不行只是说在经济利益的考量之下，哪一个是属于经济效益比较高的情况下来做个衡量而已。以上报告。好，那邱教授，那我们刚刚有很多这个村民提到，就是说，这个与农田或良田来征地，现在是台湾粮食自给率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农地不拿来种粮食，拿来种林木虽然这个组长说是恢复到西班牙那个时代，他们看到台湾福尔摩沙那个时代，平地都是林木。那您觉得说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粮食生产？那平地的利用是怎么样，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想。其实平地造林当时在规划的时候其实就把与粮征地的这一个问题基本上是排除掉的部分的啦。也就是说，它在规划上面来讲也就是说它核准去造林的部分，当然所谓优良农地，其他适合做农作的这些地区那尤其当时比较多的，其实都是比较像休耕农地而且是不影响。就是它的生产等级都是比较差的这些地点的部分，所以我是觉得与粮征地这个部分是不是太大的问题了。真正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于你投资的这些经费下去，在后面的这些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效益的这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刚才谈到了，杨组长刚才也谈到了，有一些可能可以做休憩的使用的部分，对不对？那毕竟你投资了非常多的经费里面来讲的话那这个其实那所谓的效益，我觉得是还要去观察的部分那至于未来他刚才也谈到想做一些短乏期的这些经营上面，那我是一直是觉得因为如果说我们从回顾台湾所谓的林业史来讲的话那事实上你说有没有林业的存在？我说曾经有过林业的存在的部分，但是
那个经营的模式是国有林的模式的部分，也都是比较多的。其实都是在，我们也都知道，国有林它发财完了之后，它可能奉派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负责执行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的一个情形，跟日本的私有林是不一样的。日本的私有林，它这块地它可能是传了好几辈子，所以它在经营上面来讲，它一定是考虑到这个地对我来讲是长久会去做的一个情形，所以一边种一边砍，一边砍一边种。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现有的平地上面来讲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当然立地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的规模、你的组织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有效的组织出来。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平地里面，你的可能只有几分地，或者是1、2甲地，你就会开始来种这些的树种。怎么样有一个机制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能够让我们在比较看长远。刚才谈到的那个地其实都是台糖的地啦，对，都是等于是说它本身台糖它也是希望以后它比较能够配合活化的这个部分。那可是我是觉得，其实台糖你真的是要不要再拿那些地再来做这些短伐期，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尤其是在休耕农地上面，在私有地上面要来操作。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在于是说，真的是要回过头来，你要操作的部分我一直建议了，宁愿慢一点、少一点，做得精致一点，让这个效果能够得到民众真正的认同的部分。杨研究员想请教一下，平地造林是20年嘛？土地让它绑20年，这20年之后，真的，因为可能这些平地造林很多土地都是私人的啦，就是目前3000多公顷是私人，就砍掉啦。好像没有下一个20年，这个20年我们只是为了政策在种树，我们不是为了永续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真的是为了种树，为了政策在种树，为了种树而种树吗？您的看法是怎样呢？我们知道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0%，意思是说我们70%的粮食是从海外进口。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平地造林的这些奖励金拿来鼓励年轻人来做农，在我们的平地耕种一些粮食作物？那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就业率，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粮食自给率。那这样来因应整个气候变迁的冲击，那其实是对台湾来讲又更有利的一个选项，而不是在平地去种树，那去抢夺到那个粮食作物的土地。那刚才杨组长也提到，他也倾向于要选择种短伐期的作物，这会有一个危机，就是你的伐期越短，那个树你去抽地下水的频率就越高。因为种树也是要水。对，种树也要水。树的长大，除了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它还有地底下的水，所以它的树干的组成就是碳跟水，它是这2个主要的组成。所以它长得越快，表示它吸的水越多。那你吸的水越多，你砍掉之后，你把它移走了，代表说这棵树从这一块土地上抽掉的水就越多。所以你要种植短伐期的树，实际会有这个隐忧存在。还是有这隐忧存在。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大树妈妈了哈，平地草林了哈，人家作为流浪树木之家那算一种平地草林。不过人家草林，显然你的目的唔係为到台湾讲到平地草林用目的啦哈。咁你用版也可能列下政府所推动的平地草林这件事情咯。那个本身是母亲赞成，但是如果可以分区域的话，让个区域可以做平地草林，让个区域可以做乜嘅？所以要有区域段平地草林唔讲用10年，然后讲农民10年要赚几多钱？唔攞幾多錢去補助平草林，10年就要倒退了呀，那是冇可能嘛。如果係用區域性，剛才講有都市、有鄉村、有那個淺山呢，那種平地草林這樣較平均啦，唔係變到講喺海邊當唔好地方我啲草林插就要會上會死，冇加成咩？如果到都市旁邊，人又可以吸到這個空氣，對平地草林又有貢獻，安尼我就較贊成的啦。區域性的規劃，所以謝媽媽講到係規劃國土規劃嘅問題，所以當然因為種樹其實真係很穩動態啦哈。最後我還沒請到您給楊組長講。剛才謝媽媽講的其實上我們講一般的是說針對說，比如講說重金屬污染的地層下陷區，還有一些檳榔以前柑橘轉作地區。
我们是优先奖励，还是就是说一般农地的话，它要划为这个造林专区，政府要公告它是属于造林专区，才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平地造林的申请，并不是说任何区位都可以的。所以说良田的话都不会来做使用的，不会说要求那个特种农业区来做这个造林区。老实讲，我们对粮食的部分的话也是非常的注意，这第一点。第二点，另外就是说，我们呢其实上刚才这个杨研究员也有讲说，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来请那个来请那些我们请年轻人呢来做些农业来使用？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农地呢不做农业来使用？其实我们这么说，现在我们是有加入这个 WTO 这个规范之下，老实讲，政府也不能不禁止，没办法禁止说你的进口的这些黄小玉啦，或是稻米啦，包括稻米，美国都有进口啊。我们不能说进口后你不能给他。我们有进口的配额啦。所以说这个都是有一些竞争的，比如说你这个农产品是有一些竞争作用的东西。那我们农民所得里面，他耕作稻米、水稻也好，或耕作这些黄小玉、叫黄小玉啊，黄豆、小麦、玉米这些杂粮做的话，是不是可以跟进口的来做些比较？如果它价钱高的话，你就种再多，我们国内的那些厂商会来买吗？不会嘛，对不对？它还是用进口的比较便宜啊，会有那种思维存在啊。所以政府对这个农业的部分，它是有些保护措施、奖励措施，包括以后的农地活化的部分，也对这些黄小玉部分有适当的去奖励他们。这样子的话，它可以等于说现在的小地主大佃农一样嘛，它可以鼓励这些年轻人来做一些小地主大佃农。老农的部分，你把土地呢能够租给这个一般的年轻人，经营权释放出来，而且变成一个大面积的去经营，比较有经济规模。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农业才会进步嘛。至于说那个短化期造林会使用到水量很大的情形下，我刚才有讲过，同样的把它当作跟水稻或者是黄小玉来比较的话，还是比较省水的，这是一定的道理。以上报告。好，可能那个林武强因为讲，其实平地草林还咧经过都有详细规划，不过其实当然也还进行检讨啦哈。明年呢，可能要针对平地草林的一个新的办法来推出。不过已经草林的人呢，可能还咧做头摆契约来行哈。那我最后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邱教授，就是说，针对于这个平地造林这个部分，您觉得说有什么样的建言是要提出来，或什么样的观念是民众必须要确立来进行的？我想在平地种树其实对很多农民来讲他其实一开始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啦那不过我是觉得啦，其实就是站在土地使用的观点来讲啦，当然因为我们过去长期以来休耕的农地面积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个情形，有很多的农地其实也确实是荒废没有在做使用的部分。那这里面当然是有很多其实都是社会问题的部分，老年的这个农村的这个人口老化的部分，劳动力老化的部分。今天我们引入了到平地去种树，那我也常讲，种树这个工作其实看似简单，实际上还是有相当的专业在里面所以我其实这么多来，我一直很主张的就是说，真的是要适当的在立地的条件之下。包含到你这个所谓树种的选择，你一定要形成某一个规模。如果说我们今天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去在平地种树，它跟山里面种树的目的是不一样。势必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土地能够活化，能够有一些产出的部分。那这里面其实我一直是觉得是说，我们其实任何一个政策推测下去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花一点经费来掌握我们实际上在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相关的成果的一个数据能够在手上。那比如说刚才谈到的，你是不是这个抽水机，就是我们讲的你短伐期做了是不是抽水机？那这个其实这个争论在大陆也曾经引起非常大的争论的一个情形。那毕竟我是觉得啦，就是我们在讲的，当你要做一个政策的时候，你可能要有一些基线，也就是说现在环境的一个基线，比如说现在地下水位是什么，那你当然是未来种了之后。你才有一个比较的基准。那这是我们讲的，就是你这个实际成果的监测的部分。等于说前期调查基础资料也要搞得很清楚就对了。那你做了之后，我才知道除了这个树长出来之外，我其他的环境是有什么受到影响的部分。这是第二个部分，我就觉得刚才谈到小地主大佃农，我们什么样的机制不能再只是非常零星的0.5公顷、1公顷、0.8公顷这样子去申请树种。那这里讲到树种，其实又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你的苗木是不是能供应得上？明年你要推动的时候，你要推动哪些树种
哪些苗木的部分，那这些苗木怎么样去甚至有没有搭配得上？外来种的问题啊？对，是现在外来种大概是不敢种的哈。是但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说，你这个规划，我觉得要细致一点。然后呢，你搭配到你这样子的一个事前的哈，有一些基线的，就是我们讲就建立起来。我想政府单位花了这么多的经费啊，其实到后来都会穷于去辩护什么东西，就说我有效果啊，可是这个效果我们是讲你是要比较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得到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那个审核的规定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比较落实一点。但是现在我们其实林业部门在推动这个造林的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常常在讲，很多其实都是怎样让公务员自己球员兼裁判的部分。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核定了，县市政府的人、公所的人，他要到现场去做检测，所以他其实如果他通过一个案子之后，他等于是未来我们常讲的啦，他要有20年的苦刑。为什么？他那个也不是专业的人员，那林务局对这一点他也非常的头痛，怎么样让现场的基层人员愿意去落实的去做检测、去做审核的一个机制？我们都知道，如果大脑非常的好，现场的做法常常就是怎样？其实这让林务局也是非常头痛的了哈。明明是不应该核准的，可是现场他说我没有这个专业，我就核定他了啊。这个什么东西来做？所以我们也一直希望的是说，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林业技师的部分。我想大家我们都知道，你去做消防检查，你家里是不是消防局的人去？不是，是消防室，他去帮你检查完之后，他送一个报告出来。是有个专业证照的人士。对，所以那我们是觉得说，是不是真的？我一直在讲，我们的政府花了100块钱去做这个政策，其实你花3块钱、5块钱，把整个管理制度弄得非常的好，审核哦，像这种就是不能有像这种林业技术室啊，林业技师的部分的一个工作。对，那我们一直希望。现在已经有林业技师了。我们其实现在考试也有考这个部分，那只是没有工作给他做，就是没有太多的工作给林业技师来做。那我们其实也一直主张，这个林业技师其实包括生态的很多人，他都可以考到这样子一个技师的部分。其实在这个第一线的把关的工作，政府要小而美，我是觉得一定要走上这一条路。不要因为一个枝微末节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你每次都讲审核不严谨的时候，可是现场，我想现场看到的就是这个现象。我是觉得这个是未来，尤其在推短罚期的时候，应该是汲取过去的教训，好好来做改进的一个部分。谢谢。感谢你邱教授提供按多新的想法，韩国伊对着一下目前的进行的政策，可能伊的法令上，甚至的资源的分批使用上呢，给他提出很多的建议。那我想请教杨研究员，就是说，今天我们提到，就是说林业它在山上，它在平地。跟农业遭遇的时候，他们彼此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谢妈妈提到说，其实我们要更高的视野看国土规划这件事情。那在您的心目中，您觉得林业跟国土规划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静下心来好好思考，才能够真的在台湾这块地方，把林业好好的来做健康的管理，或者说永续的利用？其实我蛮同意谢妈妈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个户数节，甚至我个人的想法是应该把植树节改为户数节，就是说我们对森林不要只停留在种一棵树，应该是要往前进一步去说保护那些已经成林的森林。那这样子，我们对很多现在的一些奇形怪很奇怪的事情，就会慢慢的就会解决掉。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种树，就会对已经成树的森林没有感觉，想说，我种一棵小苗是造功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步到说我保护森林，那把现有的树保护下，保护好一棵大树也是造个功德。对，他造的功德可能比去种一棵小树的功德还大。对，这样子整个台湾社会的价值观去扭转过来的话，政治人物就不会定那种一直要大家去种树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是应该是找不到地方种树，所以就把造林的那种主意啊，想到平地来造林来。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去探讨它的源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对森林是没有想象，只停留在种树，就等于陷入那种见树不见林这个窘境里面。所以那这样对台湾的环境来讲是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应该是要鼓吹要有户数节。好，最后恁继续留问恁个谢妈妈、老树妈妈，是讲你拥有蛮有心情富有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对于林业、对于树的这件事情的想法。因为啦哈，树的本来就老人
个历史结合的，并唔係講啊，而家總書嘅3年嘅19年要多睇，無碼加出啦嚇。其實書嘅老係研究樣啦，假使人哋政府係大量來復甦啊，比總書嘅較好。讓佢復甦就講，唔係一年復100啦，每正月就來當一正月嘅嚇。啊，佢嘛可以去參與啊，政府喺度參與啊。啊，民間就發起來咩？喺度老百姓就當到為了書喺度抗議啊！唔反觀就講政府嘛，就停咁樣安尼做，我想全民運動啦會較好。如果當個復甦節嚇，啊就老百姓吃得當真實。好，今日帶人看到林業到山體邊嘅平地所老農業面對嘅世界其所產生問題喺哪度，同時呢，也帶人來關心了解目前嘅平地措林嘅政策推行4年來以來，有冇係要檢討嘅地方，還講有冇嘢形態，還個政策內部嘅精神有冇嘢來檢討，讓做正經吼來好好來復甦啦嚇，全民措林唔當係全民復甦，我想了嘿，而家清楚嘅結論，也係你嘅太叔媽媽。請朋友阿芬姐以30多年嘅來嘅就心得嘅結果吼，那提供我們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來做參考。以上係今日收聽台北感謝嘅什麼看，希望大家按住勢再會。